平安，欢迎收听迦南之声，我是应验牧师。4月20日，当我不堪时，就来祷告吧。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记载在约伯记26章。RPG 我们要祷告的经句记载在约翰福音14章26到27节。但是那为助者，就是父亲因着我的名要差来的圣灵，会把一切的事指示你们，并且使你们记得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感觉到上帝的呼声，我们要在顷刻间领受全备补偿。长久的征战让我们疲惫不堪，但每一步路他都与我们同在。他向我们耳语，他的话语带给我们生命和力量。他在烈火征战失血中提升了我们，我们已拥有无法被窃取的力量。这是在他里面的力量，就是忍耐。他已让我们与他深深亲密。他口中的话语，心里的旨意，就是我们的生命。今天我们来到约伯记，看到约伯只剩他一人。从今天开始呢，接下来有6章，真的只剩约伯一个人独自来独白了。我们将会看见约伯心中所认识的上帝有多么伟大，同时也会了解到约伯心中的苦情仍未消失，他仍然渴望上帝能给他一个解答。现在我们就来看约伯他怎么回应比勒达。他一开始他也说，你对我这个无能的人确实给了不少帮助，你给我这个无力的人竟大大的加以救援。像我这样愚拙的人啊，你竟给那么多宝贵的指教啊！然而你想，谁会听你的指教呢？究竟谁感动你说出这样的话呢？在地底下的水和其中的生物都惊恐，阴魂都震惊站立，阴间在上帝面前显露，冥府也无法遮蔽。上帝铺开北极的天空，把地球悬挂在太空。上帝把水注入密云中，使云不因水的重量破裂。他遮蔽了满月的面貌，把云彩铺在上面。他在海面上画了地平线，使光和暗隔开。他一斥责天的支柱，他们就镇静站立。他的大能平静了大海，他的技巧击倒了海怪拉哈伯。大能的雷声谁能明透呢？然而这不过是上帝小事权呢，不过是我们听到的微声。谁能测透上帝大能的威力呢？确实我们看这大自然啊，我们人就不得不敬畏起这位创造大自然的主。也正因为我们每次站在这大自然，感受到大自然的威力的时候，我们不由自主就赞美这位创造以及使这一切宇宙正常运行的这位上帝。我们赞美他有精密的计划，而每一天每一天都不会有失误，因为真的有失误就麻烦了。而那失误如果不是因为神，是因为我们人也麻烦了。我们看到圣婴的现象，台湾苦于没有水啊。我们不是最苦的，因为我们是海岛国家，还有更苦的。但我们真的要回转归向神。约伯当他一个人在那边自白喃喃自语，真的疲惫不堪啊。
即便在认知上知道主一步一步的陪伴，甚至从微风当中可以听到神透过风表明他的同在，但我们的心真的也不免疲惫不堪，有没有动没掉了台语下讲得很好。从这个月开始，4月10号钟贤哥开始一个新的里程碑，就是他开始去所谓日托中心那么恩典就在我在士林的家的对面，3个孩子老二上半天班，那下午或者是一样有在医院的复健，但是给他一个新的经验，透过在日托，但他不喜欢人家这样讲，所以我们都说他去学校第一天就遇到他们校外教学，去到官邸那边的花草树木很多，我也想看看他适应的怎么样。找了很久，看到一群都是坐轮椅的，我心想应该是。当我悄悄走近，我就看到钟贤哥头是低低的，社工赵武也很年轻比我的女儿还年轻1岁，但他确实有热忱还有一些志工拼命的找话题，因为站在他们后面，我其实可以听得见，但他们不知道我，因为他们其实是不认识我。我就看到钟贤哥一直摇头，一直摇头，没说什么。别人一直有话题，他一直没说，一直摇头，喃喃自语。事后我想，有了跟他对话时间，他真的看到那些场景，他会想到他健康的时候，其实这条路都是他牵着我的手，因为他很怕我跌倒曾经跟我们去以色列的人就知道，我们只要旅行，钟贤哥都是牵着我的手。但他看到一样观点的场景，这么美好，上帝创造宇宙的这个世界，他竟然跟一群人都坐轮椅，都不认识。我们可以想象那个感受是疲惫不堪。后来我渐渐走近，他看到我，认出我以后，他就对着我笑开了。感谢神，神总是在我们人觉得没有办法的时候，为我们预备够用的恩典。虽然到那一天晚上回来我们分享的时候，他还是有一些情绪，但我想这就是一个旅程。当我们觉得真的不堪，我们就是抬头仰望来祷告吧。我知道钟贤哥每天都会听迦南之声，也好不好，我们大家一起经历，我们都透过上帝的话，我们一起来经历。因为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主，他透过每一天没有改变他的创造的世界，使我们经历。因为主是你使天空绚丽，大地富足，你命江河涌流，群山复苏，你使百鸟欢唱，百花盛开，你赐生命延延，你命令万物。
主，我们就是要来敬拜赞美你是全能的创造主。唯有在你所创造的这大地，每一步我们都知道你与我们同在，因为主，你透过大自然风声雨声对我们耳语，你的话语带给我们生命跟力量。好吧，我们今天来默想，古人虽然对天文地理的知识有限，解释大自然的运作时常常加上幻想的色彩，但他们都承认神在背后的掌权。这与今天的我们有什么不一样呢？我们有经历在大自然中那个地球的祷告吗？我们听见吗？我们一起来祷告。谢谢主，你永远不改变的爱透过大自然，让我们疲惫不堪时，我们再次被你激励，因为你要在烈火征战嗜血中你提升我们。我们已经拥有无法被窃取的力量，是来自于你在你话语里面的力量，使我们能够忍耐，使我们能够听见感受到你跟我们那个亲密的关系，因为你话语里有你的旨意，就是你要使我们的生命跟你深深的连接，我们生命永远是不孤单，你永不离开我们，你是以马内利的主。谢谢主，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亲爱的弟兄姐妹，好吧，我们今天每一天呢，我们用祷告来成为我们一天中随时跟神连接的管道哦。我们每一天都要是美好的一天，因为这位主是美好的主。我们下次见。